没问题，前面个客栈，侬客栈，分明话，B 的 M M 带来个耶稣，就啊，谁讲？耶呢过用。赞多耶，彼得带来个那个耶稣就啊，谁讲？耶呢？我用赞多耶。彼得 M 带来个耶稣，彼得又来问耶稣，就啊，谁个耶呢够用？赞就是实的，多耶，错怪我，多耶。彼得 M 带来个耶稣。就啊，谁讲耶呢？够用，赞多耶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过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有面目待眼，还等若能见面待做梦，啦啦啦。